照明廚房有好多方法，最簡單嘅應該係喺廚櫃下面安裝一個低電壓嘅照明，不但有功能性又靚，仲可以適當照亮工作範圍，下廚時更有情調添。廚櫃照明有好多種選擇，好似 LED 燈管唔會產生太高嘅溫度，而且又慳電襟用，壽命仲長達25年添。不過提到廚櫃照明，大家通常會諗起更先進嘅硬體線路燈具。如果你想安裝硬體嘅線路，請準備好電工嘅材料同埋工具。我哋工程入面會用到容易安裝嘅圓燈組同埋調光器。將電源插頭插入長座，用小型圓燈就可以點綴台面氣氛。我哋有多種唔同嘅燈組，你可以揀啱你嘅嚟安裝。喺安裝之前，請你細心閱讀製造商嘅指示，同埋準備所有需要嘅工具同埋材料。Lowe's.com/Chinese 有提供可以印出嚟嘅指示、工具同埋材料清單，以下係你需要嘅工具同埋材料啦。廚櫃照明組合 Philips 十字同埋一字螺絲批、電鑽同埋鑽頭、錘仔、鉛筆、安全護眼鏡，另外可能仲會需要一把細嘅梯。如果要安裝嵌燈，咁就需要鑽窿嘅鑽。工作範圍必須要清理好，要先清理台面所有雜物。你仲需要清除廚櫃入邊嘅所有雜物，方便配線。跟住規劃好燈具嘅位置。為咗安全同埋熱度嘅關係，製造商要求燈具嘅間距至少要有12英寸，所以我哋要喺每個廚櫃下面安裝一個燈具。大部分嘅製造商會建議將燈具盡量安裝喺廚櫃嘅前方，先至能夠俾台面足夠嘅光線。全遮式嘅廚櫃可以將燈具同埋電線隱藏喺下面嘅嵌窿入面。規劃電線嘅路徑，你應該會想隱藏電線同埋插頭。有時候可以將電線穿過廚櫃之間，然後向下拉到雪櫃下面嘅插座。有時候就需要鑽窿先至可以將電線通過個廚櫃。規劃好之後，喺燈具嘅位置做一個記號。而家要開始安裝啦。拎走燈座嘅鏡面蓋，將電線嘅凹槽對住廚櫃嘅後面，將燈具放喺記號嘅位置。然後用螺絲裝上燈座嘅零件。如果要喺廚櫃入面嘅上面位置安裝嵌燈嘅話，只要用鑽窿嘅鑽一個圓形嘅窿，將配線路徑安排好，再裝上燈具。我哋要將電源插頭安置喺雪櫃嘅後面啦。之後將連到插咗嘅電線收藏起嚟。燈具組合有附帶固定嘅釘，用鐵錘敲幾下就可以安裝喺廚櫃下面啦。多餘嘅電線亦都可以收藏喺廚櫃入面，或者收藏喺兩個廚櫃之間。不過請注意，唔好將電線同插頭收藏喺牆板嘅後面。如果你想將電線完全咁收藏喺牆入面，請你考慮使用硬體嘅線路。如果要插上燈具，只要將接頭滑過預先安裝嘅接頭，然後推入去定位就得噶啦。跟住將接頭插入纜線，你嘅接頭可能唔一樣，請查閱有關嘅指示啦。跟住將剩下嘅零件安裝妥當。我哋嘅燈具亦都有連接主電源嘅調光器，只要搣咗背面嘅膠貼紙貼喺廚櫃上面，再將電線連上插座就得噶啦。將燈具插上插頭，確定運作正常。如果唔得，檢查插頭有冇插好，等燈具運作正常之後，裝翻好燈具嘅鏡面蓋。所有零件安裝好之後就可以收工噶啦，幾好睇。我哋而家有好靚嘅燈具，令你下廚時更輕鬆，同埋令廚房更具特色。如果要睇其他廚房修繕計劃或如何做工程，請到 Lowe's.com/Chinese。